大家好，我哋 JJM， 今集影片會同大家實測一下直通巴士由大圍去金灣到底要用幾耐時間，之後仲會去香洲區嘅老人院參觀，再帶大家去正光廣場夜市掃街。希望透過呢段影片，大家可以更享受珠海金灣嘅退休生活。因為4月份開通咗由沙田去珠海斗門嘅直通巴士，途經十字門同金灣，所以今日就帶大家一齊體驗下，睇下方唔方便，同埋實測下全程用時幾耐。呢架車由沙田出發，大圍同荃灣都有上車點。去到珠海可以選擇喺十字門華發商都或者金灣華發商都落車，終點站就係斗門萬達廣場。目前每日只有2班車，去珠海係早上9點25分同下午4點55分，返香港就係早上8點50同下午1點50。今日我就喺大圍上車，圍坊呢度有個售票點。票價方面，如果係微信買飛係150蚊人仔，但如果喺售票點買就係150蚊港幣，一張飛可以慳到10幾蚊。如果確定回程時間，買埋來回飛280蚊，計埋匯率差唔多抵咗成50蚊。不過微信買飛都有好處，可以改簽，只要未到上車時間就可以改上車地點、改日期或者改時間。玩得太開心，想玩多2日先返香港都冇問題。去到候車點，職員掃2維碼就可以等上車。直通巴好準時，上完客就即刻走，記得早少少到，因為今日係平日上午，乘客比較少。不過回程就最好提前買定飛，因為我回程見到都幾多人坐。今條影片有埋回程片段，大家記得睇到最後。9點45分到咗荃灣，上完乘客就直接去香港口岸過關。過完關，左邊係搭金巴嘅，我哋就要行最右手邊出去，就可以上返車去珠海口岸。簡單講一講點樣用微信小程序買飛。打開環島中港通小程序，揀好日期同上落車地點，再輸入數量就可以直接付款。完成之後，去到個人中心訂單就可以揾到2維碼，上車時俾職員掃一掃就得啦。搭直通巴士過港珠澳大橋真係爽快，唔似金巴咁慢慢行，11點15分就到達珠海口岸啦。過完關落一層，喺 C 區規返去斗門嘅車，等齊人就出發，全程高速30分鐘就到達金灣華發商都。由大圍出發到金灣，全程2個半鐘，唔使轉車，算係幾舒適同方便，價錢亦都合理。不過缺點就係每日只有2班車，出行時間冇乜彈性。今次返珠海就準備去紅旗正光廣場夜市。不過喺帶大家掃街之前，先同大家睇下香洲區嘅安老院和頤康養。其實呢段片我一早就拍好咗，不過一直偷懶冇剪片出嚟。呢間安老院已經列入香港社會福利署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名單。今次我參觀唔到房間，因為已經住滿咗，但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先輪候等位。如果同上一集介紹嘅金灣安老院比較，我自己覺得香洲區呢間和頤康養比較好。首先，位置上佢喺珠海市區，距離珠海口岸大概20分鐘車程，call 車都係20蚊左右。如果過嚟探望老人家都好方便，周圍仲有街鋪，行街食飯都方便。去珠海山姆會員店大約10分鐘車程。第二，收費方面，雙人房加最基本護理，每個月大約5100蚊人仔，比金灣嗰間平。最後，雖然和頤康養呢度嘅面積比較細，活動空間冇咁多，但裝修及設施保養得更好，整體感覺更乾淨企理。喺珠海生活，出行方式除咗自己揸車或者 call 車，其實仲有一個好方便嘅選擇，就係共享單車。因為金灣嘅人車同電雞唔算多，踩單車出行真係好舒服，同埋太方便啦，我自己都幾享受。相比起華發商都嘅方便，紅旗鎮最吸引嘅地方就係小店選擇多，而且附近多數係居民區，價錢自然親民好多。好似上一條片介紹嘅早餐店，
10零蚊就食飽。今日第一站就係呢間 X Coffee， 15蚊一杯拿鐵，室內環境唔錯，日頭可以坐低嘆杯咖啡，夜晚仲會變成酒吧，可以飲酒輕鬆下。飲完咖啡，我就去咗正光廣場附近，見到呢間不計後果專做潮汕粿條。門面雖然唔算吸引，價錢由15到30蚊，選擇都幾多。我點咗生蠔、豬腰、粉腸同牛筋丸4個餸，一共30蚊。食材新鮮，雖然裝修簡陋，但味道真係唔錯。如果路過呢度，一定要嚟試下。第二間就係摩德，之前睇短視頻見到覺得好吸引，今日一個人先試下佢嘅成都老媽蹄花。唯一優點係豬腳煮得夠腍，但唔入味，湯底亦好普通，結果浪費咗32蚊，足夠我來回 call 車錢。所以睇短視頻嘅介紹真係要小心，今次就唔好彩中咗伏。試咗2間小店之後，時間都差唔多啦，直接過去正光廣場夜市。呢個夜市雖然唔算好大，不過依然有60-70個攤檔。下午6點零鐘就開始擺檔做生意，呢度嘅台凳都足夠嘅，唔使擔心要爭位。正光廣場呢度屬於紅旗鎮人氣最旺嘅地方，除咗夜市，仲有超級市場同戲院，而且附近仲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如果經常去華發商都已經覺得悶，可以考慮過嚟呢邊揾食同行街。夜市嘅最大吸引力就係選擇多，幾乎乜都有，各地特色小食齊集一堂，價錢又經濟實惠，幾蚊雞到20-30蚊就有交易，真係好抵。例如大陸夜市必定見到嘅美食有小龍蝦、灌湯包、蒜蓉烤生蠔同扇貝，武漢嘅熱乾麵、長沙嘅臭豆腐，仲有小丸子、炒粉麵、廣東點心。成都、重慶嘅就有酸辣粉同串串香。行一圈，基本上可以食遍全中國嘅特色，而且夜市嘅價錢真係經濟實惠，全部都係幾蚊雞到20-30蚊就搞掂。除咗食嘢，夜晚8點仲有現場唱歌表演，成個夜市氣氛好熱鬧，煙火氣十足。至於衛生方面都算 OK， 地下唔會有好多垃圾或者積水，行起上嚟算係幾舒服嘅。如果你都係鍾意行夜市掃街嘅朋友，有機會去到青島嘅話，一定記得要去台東夜市感受下。食飽之後，幫襯靚女老闆，買返杯新鮮橙汁幫助消化先，一定好過飲珍珠奶茶。本身其實已經食到好飽，不過作為一個香港人，唔食返個糖水或者甜品，始終都係差啲。路過見到呢間鮮芒奇冰，生意唔錯，忍唔住去試下，我點咗芒果刨冰。18蚊一份，芒果好新鮮又夠甜，真係好解滯，可以下次再嚟，一定要試埋佢其他甜品。話咁快喺珠海玩咗2日，今日同香港街坊飲完茶就要返香港啦。我第一次嚟斗門井岸呢邊，環境都唔錯喎，喺附近揾咗間咖啡店買杯咖啡先，再行過去呢間點讚茶樓，朋友們極力推介，環境舒適，食物都唔錯，價錢仲好抵。我哋10個人食到飽，每人都係50幾蚊人仔。呢餐掛住食嘢同傾偈，唔記得拍片。不過煲仔飯真係值得推介，下次你哋嚟一定要試。喺斗門飲完茶，可以直接去萬達廣場搭直通巴士，唔使特登走返去金灣華發商都。每日只有下午1點50分呢一班車，一樣會途經金灣華發商都同十字門華發商都。回程比較多人，提早買飛就穩陣啲。唔知係咪因為今日係星期日，回程去珠海口岸時比較多車，過完關再上返巴士已經用咗個幾鐘，最後大概5點到達大圍火車站，全程3個鐘左右。相比金巴，直通巴士真係舒服啲又直接，價錢亦都抵啲。如果以後班次再增加，就更加方便啦。下一集就會同大家分享我親身去辦居住證嘅過程，仲有去平沙海泉灣玩嘅體驗。唔想錯過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